你只是我们方家的奴才，别忘了自己的本分。还不快谢谢二小姐赏你的鞭子！你服用了9窍金丹，开启了交付黄泉图，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这里就是羽化仙山，之后的路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你不过是个家奴，真的很弱。宁做乞丐，不为人奴。夺我法宝者，必将诛之。就是方